梁少华今年68岁，离艺界走跳42档，演出真侪互人赞赏的作品，嘛以有路深刻的演技，摕到真侪大奖。这金钟奖最佳男主角，伊就摕过2届。这个2019年华视自制电视电影《忘川》，伊是男主角，参加日本最高的荣誉独立电影奖的影展，嘛是摕到最佳男主角。伊扮电影，不管是扮什么款的角色，对感情的控制拢真自然，嘛演出到真侪精彩的故事，留予影迷永远的回忆。龙少华，爽啊，真的爽！当时66岁梁少华如愿得到金钟影帝以菜头粿滋味拌红丝条摕到金钟，这毋是伊的头一摆。2013年，以《喇叭红悲喜剧》得到金钟奖迷你剧集的男主角。进入演艺界42年，梁少华深刻演技打动真侪影迷心。龙少华以《党良家之味》荣获亚洲电视奖最佳男主角奖。2016年，以《党良家之味》得到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主角。恁老爸叫蒋医生。2019年，伊主演华视自制电视电影《忘川》，参加日本最高荣誉独立电影奖的影展，得到最佳男主角奖。少年，我出走你。伊是华视戏剧老古部的股东老菜单的廖阿水。我想回家。嘛是华视戏剧永久柑仔店的妙公，徐凤自如演技伫电影嘛看会到。有为了，夹头。电影角头龙榴莲，电影歌迷伊拢有参加演出，真侪人可能袂记一个，伊是综艺节目我猜第一代主持人。哎，谢谢。谢什么啊，龙哥？不是，谢谢今天的特别来宾啦。伊人生袂输一出戏，离开人间的战争一天，伊面切有分享拍国语底片，爱给关心失地的老大人。人生最后阶段有爱有温暖，无怨叹，无后悔。